大林，莫甲我关啦！我是冤枉的啦！大林，我无偷的地讲啊！放开我！大変な民族だな。哼。何かおっしゃいました？聞き通り調査によると、犯人は焼き壊れたものが社長にバレると給料から引かれるので借金を隠しました。盗むほどではないのに、なぜか記入され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この電話、東川社長、確認すびた。そんなこともない。なぜ内地の人の言うことを信じるんですか？何を偉そうに言ってるんだ。もうこの仕事したくないつもりか。嘿，啊，摕去互主任。啊是安那咧？较咧收物件。啊，你要辞职咯？啊，这年头翻译的工课真歹找呢。啊，你阁有某囝的人呢？你敢要阁考虑一下？我不适合伫遮做事啊。这半了，听起来拢无共款吼。这老真香，就看去，这流行歌佫唱啊袂歹。真正是乌干仔底豆油无底看。哎，もしもし，哎，你在哪位啊？啊，大佬，已经双节。好，好，好，大哥，我做乜做得地？哎，有咩嘢？哦，我到来。到来。老师还没来啊，快出轨啊！失礼します。入れ。社長、10日供血売り上げだ。東京本社はびっくりしたんじゃ。真正佮讲，咱做台湾流行歌曲无前途。这完全是社長眼光好。すぐ本社に追加します。200枚。はい。もしもし、柏野です。あ、岡田社長。どうも。どうも。いや、そんなにたくさんでもな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も。你看，连 Victor 的社長嘛打電話來甲我恭喜。我看伊根本是來趁咱的行情，看要佇遮有安怎趁錢。
科长，はい。为即马开始，咱来找人作曲、写歌词。我决定要做咱哥伦比亚家己的台湾流行歌曲。啊？又中了啊！我这里嘛，还走不是不成。一条是对的，记得对人台湾语，我实在懂唔掉。你有同你找什么？冇啊，这就好。假如是天咩好啊，当初你做就冇欢喜，冇勉强。你去下，一下就好。显明模范盖世虚，出生入死为囝儿。可惜小风无晓理，反正因母做毋是。母心爱子是天性，艰难受苦孙自身。教子有方人可敬，昌门贤母李妙英。阿母，你哪里流目屎啦？啊？阿奴，听你的故事，互你感动着啦。有影，遐感动哦。对啊，啊无你叫恁某来听看卖，看会流目屎。啊，我这什么故事，你安尼就听有？我若听无，你写甲遮尔清楚。迄个查某囡仔啊，小凤哦，实在哦真害啦。啊，因老母啊，为着伊哦牺牲遐尼大，伊不但无感恩，阁怪因老母的毋对。唉，迄个妙英哦，实在足可怜的啦，足无价值的啦。你这敢听有呢？哦，安尼所有的人都应该拢听有呢。是啊是啊，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哈？你就是讲哦，恁老母真戆哦。无啦。啊，莫假啊啦！你咧想啥吼？你想讲恁老母唔知哦？阿母啊，是的啦。你哦，戆哦你会当写出来这个歌词哦，拢是经着恁老母的读空呢，知无？吼！头家啊，这条歌讲有无？有啊，我要买一袋。头家，我要买一袋。购有无？歹势无安尼，啊，也无别款好无？袂啦，但是购有。无你明仔载才来，我甲你调看卖咧。好啦。头家，这歌讲有无？无安尼。好。你啥？喂，回来啊，佳姐啊，我头是啊，真好啊！
啊，你唔着踮咧台北找头路？你啥？我想要做人家。我有一个伯公吼，一定咧讲，人生做代志都爱抓着时机，啊抓袂着时，空有几百斗的才情，也无路用。最近桃花扣的季，曲盘袂甲下叫，这就代表台湾歌有行情，这就是时机。文声唱片哦，咧征求歌曲，你有要去试看卖啊无？食米茶啊！后日啊，一碗面茶。好。哦。好，多谢。好，多谢多谢。哦，香嘞。米酒啦。哇，你嘛较细腻诶！哇，进前啊，才有弄倒一碗面茶。哦，啊啥？啊，知我唔捌伊，这小诶。啊，你迄充满现舞的歌词，紧写写，可有时间来食面茶？早写好啊。敢真是嘞？当然咯，食你看卖。来，你家看。真的呢？当然，要食面茶无？免啦，你家食，好好看你的歌词。吼。中医未笑，面欢喜。台湾再来，心相比。妙音女主来锁定，我对天会天。安怎？这七字仔的歌词千遍，有交代故事，啊嘛有讲着心事。袂歹呢。是哦。我来讲，我写一面就写好，啊一写好，我就念给阮阿母听。啊，恁阿母敢听有？哦。所以啊，阮阿母若听有办哦，大家就拢听有办。哦，安尼有理就对呢。哦，伊个巧，来，当然咯。啊，听我创啊，啊，去做曲。无啦，这几工吼，我厝内有一寡代志啦，无法度专心写曲。啊，开始我拢送吼，如果赶紧要落曲盘，我实在赶袂出来啦。安尼哦。我今晚要找上来做。啊，无安尼啦，找苏阿东来做。那苏阿东是赶戏搬走，啊，伊当时也要做起来。做嘞就知啦，哦。我那摕。雨梅啊，雨梅。洗手間先飲水冇啊？哦，阿娘這邊冇買。泡茶。好。如果下都停工了。加減水下啦。你幾多歲啊？就好咧，你阿
买啊？啊？真有等啦？再说一下。